聖誕快樂啊！聖誕節原本係一個宗教嘅節日，但係亦都逐漸受商業化嘅影響，成為零售業重要促銷嘅日子。但係今日我哋講嘅唔係聖誕節嘅轉變，而係講下喺歷史上邊12月25號聖誕節發生過啲咩特別嘅事件。我係白板，事不宜遲，馬上開始。喺第一次世界大戰入邊就有幾次非正式嘅休戰，而第一次就喺1914年嘅平安夜，當時嘅德軍喺比利時開始裝飾起佢哋嘅戰壕，大約有10萬名德軍同埋英軍終止咗戰事。而喺1915年嘅平安夜，一個喺唔知邊度嚟嘅足球就劃破咗戰爭緊張嘅氣氛，雙方士兵就自發咁樣爬出佢哋戰壕，舉行咗一場休戰嘅足球比賽。而喺2005年，呢段真實嘅故事仲改編成一部電影添。1941年嘅12月8號，日軍偷襲珍珠港，向英美宣戰，同時進攻香港。香港保衛戰爆發，但係不足3日，新界同埋九龍最重要嘅防線醉酒灣防線就俾日軍攻破咗，英軍被迫撤離，退守港島。日軍正式喺12月13號佔領九龍，再喺12月18號渡過維多利亞港登陸香港島。港島嘅戰況同樣慘烈，死傷無數。經過多番考慮之後，喺12月25號夜晚，當時嘅港督楊慕琦喺尖沙咀半島酒店簽署投降書，香港3年零8個月嘅日佔時期正式開始。呢一日又被稱為黑色聖誕節。直至到1945年日本戰敗投降，二戰結束，香港先重光，百廢待興，展開戰後重建。喺1991年嘅12月25號，當時嘅蘇聯總統戈巴卓夫宣布辭職，亦都導致第二日蘇聯最高蘇維埃宣布蘇聯停止存在，標誌住蘇聯解體。多個國家恢復喺法律上面嘅主權國家地位，亦都代表住美蘇兩國嘅冷戰結束。而蘇聯解體嘅原因有好多，包括改革、政策失敗等等嘅唔同講法。而喺呢條片度就唔講咁多啦。聖誕節除咗係一個普世歡騰嘅節日之外，喺3個唔同嘅時間點、唔同嘅地方都發生過唔同嘅歷史事件，有人性嘅光輝，有戰爭嘅悲痛，仲有一個大國嘅隕落。我希望下次講起聖誕節，大家唔好淨係諗住聖誕老人，發生過唔同嘅歷史事件都好值得大家去反思。今集去到咁多先，我係白板，下次再見。